呢度係只講真話嘅頻道，港人灣居。Hello，大家好，阿輝。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拆解嘅係喺成個2026年裏邊，我俾人問得最多嘅一個盤。佢挨住珠海市區嘅水源保護區，正對住新香洲片區嘅主幹道，冇確定性嘅名校配套，距離火葬場唔到2公里。佢就係一個成身上上下下都充滿晒爭議嘅樓盤。但係喺舊年年底開盤當日咧，就成交咗6.1個億。2026年嘅上半年網簽金額超10個億，甚至乎仲吸引咗央視財經嘅深度報導，以及人民日報嘅專題調研。華發香山湖1號佢到底憑咩呢？如果你真係睇得明白珠海嘅樓市，你打算喺珠海買一間屋用嚟自住養老，或者係揾一個穩健保值嘅呢個改善盤呢，去作為資產配置，咁新香洲嘅香山湖板塊一定係你兜唔開嘅選項之一。而成個珠海主城區喺呢近5年嘅時間裏邊，能夠放出嚟嘅住宅用地咧，確實係少之又少嘅。而同時挨住呢個269萬平方嘅香山湖公園，背靠鳳凰山，又有成熟嘅市區配套嘅林護改善地塊咧，基本上可以話係絕跡嘅。所以華發香山湖1號呢個盤咧，係目前香山湖片區唯一在售並且係主打第4代住宅嘅全新大盤。網上話佢好嘅人咧，真係將佢吹到上天；而話佢唔好嘅人咧，又將佢踩到一文不值，導致好多人越睇越混亂。咁今日呢一條片咧，我唔會淨係講發展商口中嘅賣點，亦都唔會放大佢嘅缺點去製造焦慮。我會從地段嘅稀缺性、產品嘅硬實力、配套嘅兌現、持續嘅隱性成本、流通保值、潛在風險呢6大專業維度，客觀咁拆解呢個盤嘅全部真實優勢同埋佢嘅隱藏伏位。最後咧，就會同大家分清楚邊一類人適合入手，而邊一類人再平都唔好諗。無論你係打算長期自住定係想買嚟保值收租，呢一條片咧一定要睇完佢。咁第一部分咧，我哋先簡單咁梳理下佢嘅基礎信息。首先，華發呢個發展商咧，相信大家都已經係好熟悉嘅啦。華發集團咧係珠海本土嘅6檔國企，而佢嘅位置咧係喺珠海市區新香洲建民路嘅北面，直線距離香山湖公園啦，大概係180米，佔地面積係7.93萬個方，總建築面積咧係21.6萬個方，容積率係2.72%，綠化率係35%，一共有9棟高層，總戶數係960戶。華發自己嘅1級物業，管理費係3蚊人仔，帶24小時嘅專屬管家。預計喺2028年嘅上半年交付，戶型分別有121、136、146、168、173、252嘅4房到5房。所以佢最細咧係121個方嘅4房起步，成個盤都冇剛需戶型，同灣仔1號一樣，佢嘅圈層係極度純粹嘅。跟住落嚟，第二部分咧係佢5大核心優勢。首先第一個優勢咧係香洲主城區嘅絕版珊瑚資源，呢個優勢或者會成為佢抗跌保值嘅底層邏輯。放眼成個珠海市區嚟睇咧，好似華發香山湖1號咁，能夠同時擁有城市嘅大型湖泊以及生態山林嘅地塊咧，確實係已經斷咗供嘅狀態嘅。而香山湖板塊咧，哪怕係樓市嘅調整週期，喺近5年嘅土拍樓面價裏邊咧，亦都能夠保持一路走高。最新嘅地塊樓面價已經突破咗2萬每個方。大家要明白，佢嘅地價已經鎖死咗呢個片區嘅房價底線嘅。你對比唐家、航空新城、斗門或者係十字門呢幾個新發展嘅板塊咧，新香洲呢個地方就勝在冇任何嘅配套需要等待。佢嘅二手房嘅流通性甚至係抗跌能力咧，都會穩定好多，可以話係珠海最穩定嘅一個板塊。就算喺樓市嘅下行週期都好啦，呢種主城生態改善盤嘅跌幅咧都會細好多。對於考慮資產配置嘅朋友嚟講，佢係好大嘅優勢，並且樓下咧步行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行到去香山湖公園。對於平時老人家嘅晨運或者係週末嘅露營，甚至係野餐都好啦，你都完全唔需要遠行。佢嘅負氧離子咧好充足，確實係好適合退休養老嘅。咁第二個優勢係咩呢？佢係珠海市區唯一、全市唯二嘅第4代住宅，佢嘅產品力咧絕對係可以碾壓市區所有二手盤嘅。我知道依家喺出邊咧，好多人為咗吸引眼球，會將新規盤，例如正方南灣首府、華發金灣府、龍湖天瀾等等呢啲新規盤，當成4代住宅去宣傳。但係我好負責任咁同大家講咧，到目前為止，成個珠海咧其實只有2個第4代住宅，一個係華發珠海灣，一個係香山湖1號。而關於新規盤同埋4化宅以及呢個4代宅到底有啲咩分別呢？我哋揾日專門出一期內容同大家講清楚。其實香山湖1號呢個第4代住宅嘅概念咧，從我嘅角度嚟睇，呢個係佢最大嘅差異化賣點嚟嘅。佢亦都係同附近嘅舊小區拉開差距嘅關鍵。首先咧，佢同華發珠海灣一樣，佢每一戶咧都標配咗3米乘3米嘅空中露台，佢係唔計入產權面積嘅，最高贈送10個方，實用率最高去到113%。喺市面上咧，同等面積嘅二手盤，甚至係新盤，根本就比唔到。第二係佢嘅內核，佢嘅層高咧最高可以做到3.15米，136個方嘅戶型。佢嘅餐客廳連埋陽台，足足有成70個方，採光極度通透。睇
睇咗呢個戶型咧，你會發覺真正好嘅戶型係啱好適配你當下嘅生活，仲可以接住你未來嘅變化。第三咧，佢升級咗裝配式嘅玻璃幕牆嘅外立面，工藝好先進、好現代，最起碼喺未來嘅10年時間裏邊咧，佢都唔會老化過時。並且全屋都係智慧住宅嘅3星標準，智能家居咧全部幫你安裝好，唔使後期再大改造。第四，全盤121個方起步，冇珠海灣嗰種90個方以下嘅細單位，全部咧都係改善家庭、圈層順遂，唔會出現嗰種大量嘅剛需組合混雜嘅情況，居住氛圍安靜又高端。跟住落嚟咧，係佢嘅第3個優勢，就係社區內部嘅配套，佢係提前實景落地，同時咧養老嘅休閒亦都可以做到一站式。喺今時今日咧，依然會有好多項目中意同大家講未來，例如未來樓下會引入邊個超市，附近有邊個大型商場，邊度有軌道交通，諸如此類。多數都係畫大餅或者係交樓先至起會所，但係香山湖1號咧，佢依家嘅示範區唔係預計年底開放，亦都唔係交樓之後先至逐步完善，係此刻現在隨時都可以去體驗。佢嘅配套咧，全部都可以實景睇得到嘅。呢度有2400平方嘅升級會所，恒溫泳池、健身房、書吧、試宴廳、棋牌室，全部都有。你中意聚會、飲茶或者係晨泳咧，呢度全部都可以滿足到你。第二，佢係全珠海首個自帶3層11米高差嘅立體園林，一軸一橫嘅9元設計，並且每一棟樓嘅樓下咧都有唔同主題嘅飯會所。另外咧，佢嘅兒童遊樂區同埋老年人嘅活動空間都係分開設計嘅，唔會互相干擾。第三，自帶5000平方嘅社區底商，規劃咗生鮮超市、茶餐廳、藥房、咖啡店，日常嘅買餸、簡單嘅餐飲咧，樓下就可以解決，唔使日日咁樣行出門。跟住落嚟咧，係佢嘅第4個優勢。講到新香洲，肯定離唔開佢全維度嘅成熟外部配套，一站式嘅生活咧，完全冇壓力。首先喺交通層面咧，行出門口就係建民路嘅巴士站，1公里之內有12個巴士站點。如果自己有揸車嘅話咧，行香海支線就能夠快速咁樣去到拱北、青茂關口、港珠澳大橋，過關通勤咧喺20分鐘左右就可以搞掂。第二，醫療以項目為中心咧，喺3公里之內有珠海市人民醫院、中大5院呢2間3甲醫院，老人家定期嘅體檢、突發就醫咧就唔需要長途奔波。而關於中大5院咧，佢針對65歲嘅香港長者咧，佢係可以使用香港長者醫療券嘅。佢嘅使用範圍亦都好廣，包括內科、骨科、牙科、中醫科、急診、體檢等等咧，佢都有。第三係佢嘅商業，從香山湖1號出發咧，揸車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山姆會園同埋澳園廣場，10分鐘咧係可以去到珠海最 hit 嘅萬象匯嘅。呢度嘅大型超市、百貨商場好齊全，香港人熟悉嘅進口食材、日用品呢度全部都可以買得到。第四，教育項目自帶公立幼兒園，400米咧，亦都規劃咗鳳凰谷嘅9年一貫制學校，有小朋友讀書嘅家庭咧，亦都可以兼顧到教育嘅需求。好啦，咁第5個優勢係咩呢？我認為係佢嘅品牌背書、國企開發加自持嘅高端物業，可以大幅咁降低大家嘅持有風險。華發紮根珠海呢座城市咧，已經有46年嘅啦，係珠海本土嘅龍頭國企，資金鏈一直都好穩定，佢唔存在細發展商嗰種減配同埋爛尾嘅問題。珠海人都知道咧，華發物業係珠海供應口碑靠前嘅物業，高端小區嘅二手房普遍會有物業日價，後期嘅放租甚至係轉手，相比其他普通發展商開發嘅樓盤咧，佢會更加容易揾到優質嘅租客同埋買家。反觀一啲外包嘅物業或者小型嘅物業公司咧，好多都會出現社區園林長期失修、電梯故障、遲遲唔肯去整、安保鬆懈等等嘅問題，所以將來嘅二手買家同埋優質嘅租客咧都會避開。從長遠持有嘅角度嚟講咧，買樓唔單止係睇開盤嗰一刻嘅產品，更加要睇未來10年、20年嘅社區維護同埋轉手價值。喺珠海咧，華發自己開發、自己運營嘅物業咧，長期統一維護佢嘅愛立面、空中花園嘅防水、會所嘅泳池、園林嘅設施，所以社區老化嘅速度咧，都會比其他不知名嘅樓盤慢。佢嘅資產保值能力咧，都會更加穩定。好啦，跟住落嚟係佢嘅第3大部分，呢一大部分咧包含咗佢嘅5大隱性短板同埋避坑風險，呢啲全部都係買家好容易忽略嘅嘢嚟嘅，我會盡量保持客觀唔滿黑。首先短板1咧就係佢嘅交付週期，佢嘅交付時間係2028年嘅上半年，依家先至2026年嘅年中，仲要等成2年嘅時間，但係俾咗大幾十萬甚至係百幾萬嘅首期放喺度，期間唔可以出租產生現金流，並且佢係分3期開發嘅，就算1期交付咗咧，後續嘅幾年時間隔離嘅地塊可能會持續施工，所以靠近施工區域嘅流動咧，會有長期嘅噪音同埋粉塵嘅影響。短期嘅入住相對嚟講咧就冇咁好，佢會更加適合嗰啲打算長住5年以上唔急住入住嘅家庭。短板2係佢嘅學區存在不確定性，唔可以當名校剛需盤。我知道有好多行家甚至係發展商咧都會強調鳳凰谷呢個9年制學校，
但係佢嘅學校咧要等到2027年先至建成，佢嘅師資同埋生源係存在不確定性嘅，以及最終嘅學區劃分咧，教育局呢邊係仲未正式發文確認嘅。從現階段嚟講咧，按照就近分配嘅大原則，佢嘅小學係香洲區15小，佢唔係片區頂級嘅學區。如果你係純粹為咗名校學區而上車咧，你嘅預期會有落差，所以千祈唔好倒佢去學區作為核心嘅購買理由。短版衫係總價門檻高，二手流通性咧可能會因為單價嘅抬高而減弱，因為佢呢度嘅單價咧要29000到32000起，所以佢最細嘅121個方都要340幾萬起步，主流嘅戶型咧要500萬以上，佢嘅門檻好高，能夠承接嘅只有高預算嘅改善家庭。短版4係臨街流動嘅噪音以及低層視野嘅硬傷，所以大家揀樓層咧要盡量避開。我哋可以見到咧，佢有一半嘅流動係靠近建民路嘅主幹道，日間嘅車流噪音會好明顯。低樓層要關窗咧，先至可以有效咁降噪。如果睡眠淺或者屋企有老人家同埋細路嘅家庭咧，建議盡量揀小區中間嘅流動。另外，大家可以見到咧，成個項目係坡地嘅設計，低樓層咧會俾前排嘅流動或者係高大嘅樹木遮擋，完全係睇唔到湖景或者係山景嘅，所以低樓層嘅性價比咧極低。而靠近公園嘅低層，春季同埋夏季嘅蚊蟲咧係會比較多嘅，呢個係近水嘅地方，無可避免嘅問題。咁短版5係咩呢？就係呢個板塊嘅心理抗性，加埋配套嘅短板。首先，華發香山湖1號距離青松園，亦即係珠海市區嘅官方殯儀館以及火葬場咧，直線距離只有2公里。兩者之間雖然隔咗鳳凰山嘅山體，但係部分嘅長輩或者係注重風水嘅客戶咧，可能會有心理抗性。大家睇樓之前咧，一定要提前考慮自身嘅接受程度。另外就係大型嘅商業咧，全部都需要自駕，喺步行嘅範圍之內，目前係缺少大型商場。好啦，跟住落嚟係佢第4大部分，就係如果大家要揀呢個盤，咁到底應該點樣去選擇佢嘅戶型面積段呢？上面我哋有同大家提到咧，佢呢度嘅面積段係涵蓋咗121、136、146、168、173同埋252嘅，所以佢嘅戶型係可以滿足到新婚首次置業嘅家庭同大家族嘅終極置業。咁到底邊個戶型先至適合你呢？首先呢係121個方嘅4房，我認為有2類人係可以考慮呢個戶型。首先第一類係為咗將來退休嘅老兩口，或者係同年輕子女分巢而居嘅長者，啲仔女間唔中過嚟住，咁呢個戶型咧亦都夠用，平時打理起身又唔會太複雜太辛苦，而且出門咧就係香山湖公園，有個大陽台喺度，平時種花養草飲茶曬太陽，咁樣嘅退休生活咧其實真係好寫意。第二類咧係啱啱組建家庭嘅新婚首置客，因為呢個戶型咧佢最大嘅妙處就在於佢支持你全生命週期嘅改造。點解呢？就好似呢個示範單位咁啦，你完全可以根據家庭人口嘅變化去實現3房或者係4房嘅靈活切換。佢從2人世界到3口之家，甚至係3代同堂，佢都可以做到一步到位。佢唔需要2次置換，並且呢個戶型咧其實真係好唔錯。佢3開間朝南，接近成12米嘅採光面，同埋接近成60平方嘅一體化大方廳，仲有跑道式嘅觀景陽台，270度嘅環幕視野。喺以往嚟講咧，呢啲大平層先至有嘅配置，佢呢度全部都有。跟住落嚟係我認為最靚仔嘅136個方，呢個戶型佢到底適合邊一類人群呢？我覺得係屋企有幾個小朋友，或者係對生活品質有更高要求嘅改善客群。如果你認定呢個盤有咁啱，仲有呢個面積呢，咁呢個戶型我覺得係可以眯埋眼嚟衝嘅。點解呢？首先喺市場層面嚟講，呢個戶型係賣得最快嘅一個，呢個係市場用真金白銀投票出嚟嘅結果，亦即係話，如果將來你想甩手嘅話，呢個戶型佢嘅甩手週期亦都係最快嘅一個。咁呢個戶型點解會有咁多人去選擇呢？好簡單，因為佢嘅格局好通透，加埋佢有一個好充足嘅收納空間，女主人可以擁有自己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同埋一個收藏嘅陳列區，佢可以滿足到部分人群嘅個性化需求，並且佢嘅舒適度咧係遠超同等面積段嘅，所以佢賣得最快，口碑最穩。咁146個方嘅4房戶型又適合邊個呢？我覺得咧係追求大平層，仲想要更多空間去發揮自己嘅創意，中意後期自己改造嘅家庭，咁我就會推薦大家去重點睇下呢個戶型。首先呢個戶型咧，佢同1、2、3、4座嘅產品唔同，佢係專梯專戶加獨立電梯前廳嘅設計，裏面仲有3面景觀嘅佈局，就好似頭等艙嘅視覺感。喺視覺上咧，佢可以無限咁樣去延伸佢嘅室內空間，成75個方嘅闊廳咧，你完全可以將佢部分嘅空間去改造多一個書房、茶室，甚至係家庭影院，佢都可以兼顧得到。
更重要嘅係咩呢？就係佢雖然只有146個方，但係佢所有嘅配置咧都係同大平層睇齊嘅，例如獨立嘅入戶前廳、闊落嘅餐客廳，仲有動靜分區嘅佈局，以及兩面睡房分開嘅私密設計，人居細節真係做得好唔錯。好啦，咁173個方嘅大平層又適合邊個呢？呢個戶型係傳統戶型裏邊嘅200個方先至有嘅尺度感，所以我覺得一定要係3代同堂或者係家族成員經常聚埋一齊嘅，咁你可以重點睇下呢個戶型，因為個車闊嘅呢個餐客廳係可以容納多人家庭嘅聚餐，又或者係日常嘅聚會，甚至係節假嘅賓客宴請，佢都可以好從容。而且佢係雙套房嘅佈局，長輩房亦都有自己獨立嘅衛浴，就算係3代人住埋一齊，亦都可以做到互不干擾。另外係咩呢？佢有超長嘅呢個景觀面，可以直面成個社區嘅中央園林，所以我覺得佢係呢個盤裏邊一個稀缺嘅沉浸式園林觀景戶型嚟嘅。因為你喺屋企裏邊咧，就可以享受到嗰種幾乎成間屋咧都俾佢嗰種綠意環繞嘅放鬆，係好舒服嘅。好啦，最後一個戶型252個方嘅5房5衛，呢個戶型選擇佢嘅人群肯定係有少少與眾不同嘅。佢係一個類4套房加5個洗手間嘅設計，帶獨立嘅保姆房，並且佢嘅保姆房咧係做咗個分離嘅家務動線。講人話就係，當保姆做家務嘅時候咧，係唔會影響到喺客廳睇電視嘅屋企人。佢有成100個方嘅巨幕客廳，50個方嘅行政主人房，仲有成30個方嘅空中花園，可以同時睇到一線嘅山景、水庫景，甚至係香山湖公園。呢種景觀放喺市區嚟講咧，真係好難複製。呢種豪宅嘅私密性同埋牌面啦，或者可以咁樣講，就係不可移走嘅山，不可再生嘅湖，中心嘅產品配中心人物。好啦，雖然話佢嘅戶型大家都已經知道點樣去揀啦，但係呢個盤到底是否適合自己，可能仲係比較模糊嘅。咁呢一部分咧，就係精準適配嘅人群，同埋我個人唔建議入手人群。我俾大家一個清晰嘅決策標準。首先，我覺得非常適合入手嘅朋友咧，有以下呢4類嘅。第一類係退休夫妻，打算長期落珠海養老，預算喺350萬以上，並且中意喺佢呢種珊瑚環境裏邊散步，享受相對安靜嘅高端社區。第二係珠海本地嘅置換家庭，3代同堂，追求大空間加高實用率，計劃自住5年以上，唔急於轉手。第三類咧係睇重資產穩健保值，唔追求短期嘅暴升，了解主城區核心物業嘅抗跌邏輯，打算將佢作為資產配置嘅壓艙石。第四類咧係中意4代住宅嘅所有理念，例如佢嘅空中花園嘅設計、會所嘅配套，平時中意種花或者係社區嘅聚會。而唔建議入手嘅朋友咧，我認為係有以下呢5類人群嘅。首先係預算喺300萬以內嘅剛需。如果你勉強入手呢個盤咧，排除所有嘅不可抗力因素之後，單純咁睇你嘅首期同埋你嘅月供壓力咧，都會比較大。唔好為咗4代住宅嘅概念而盲目咁衝。第二係短線投資，3年內有置換、套現或者移民變現計劃嘅人群，都唔建議入手呢度。第三類咧係購房核心需求，只係為咗頂級名校，冇辦法接受學區變動嘅風險，我都唔建議入手呢度。第四類係純粹想買細單位嚟收租，或者係只追求快轉手嘅人群，我都唔建議入手呢度。第五係計佢直線距離2公里有個殯儀館呢個問題，呢個問題我相信99%嘅中介咧係唔會主動同你講。但係如果你身邊有人想睇呢個盤咧，你亦都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如果你對呢個問題心理接受度係比較低嘅話咧，咁我建議你唔使過嚟睇。但係我本人咧係唔相信呢啲嘢。好多人都知道咧，我哋住喺新香洲，隔條馬路後面全部都係墓地。不過呢個問題咧真係要睇人。咁最後一個部分，我想簡單咁過下呢個問題，就係嚟得呢度睇華發香山湖1號嘅人群咧，你或者都會想了解下同片嗰嘅競品或者係產品之間嘅對比。咁你嚟得新香洲咧，我認為你可以去對比下華發嘅香山湖畔。香山湖畔呢個盤咧，佢係勝在學區穩定，並且係全珠海最托嘅學區房。佢靠近成熟嘅商圈，樓下咧就係華發商都，產品好靚，交標好正，但係使用率好低。而香山湖1號咧，佢就勝在產品更新，有空中花園，圈層更加順遂。如果你係單純咁作為投資、作為資產配置咧，咁你都可以去對比下五洲花城3期嘅二手盤。呢個盤喺21年嘅鼎盛時期，你想買佢任何一個戶型，都要喺備案價嘅基礎上加錢，而且加嘅錢咧係唔會寫喺合同價裏面嘅，佢係俾發展商額外嘅茶水費。佢最大面積嘅189個方，你當時想買咧，最高要加成200萬，而且唔一定能夠買得到。你想買佢最細嘅戶型咧，都要送2箱茅台。呢度同大家簡單咁講下，佢呢個茶水費係點樣產生嘅咧？因為發展商咧覺得自己賣蝕咗，佢哋去自建局申報備案價嘅時候，想申報個高價，但係自建局唔批，所以咧就用台底嘅茶水費去彌補佢哋認為損失咗嘅嗰部分。佢嘅賣點係咩咧？
了解過呢個發展商嘅朋友都應該好熟悉嘅啦。睇過斗門嘅五洲家園同埋五洲富山園嘅朋友都應該知道，佢係主打高實用同埋高交標。但係市區嘅五洲花城咧，多咗一樣更加重要嘅嘢，就係三文娛樂區。呢個係珠海最托嘅學區，並且呢個盤嘅業主全部都係唔差錢嘅。裡面嘅業主有一半以上都係政府單位，並且呢個盤的而且確咧係珠海樓市近幾年時間裏邊最穩定一個，冇之一。佢同香山湖1號比咧，佢嘅次新二手房就勝在即時可以收樓，有啲全新未住過人嘅，大家都可以去對比下。而且佢學區成熟，生活配套亦都好成熟。對面就係市民服務中心，所有嘅行政業務行出門就可以搞掂晒。樓下一條十字路口就可以貫穿成個珠海嘅東西南北。香山湖1號同佢比嘅話咧，勉強只能夠係勝在新房精裝，戶型設計超前，社區配套更新更完善。咁如果你想對比唐家嘅華發珠海灣咧，喺位置上面嚟講，新香洲呢個地方佢係屬於珠海成熟嘅主城區，去青茂同拱北以及港珠澳大橋，佢只需要20分鐘。市區嘅三甲醫院同埋大型商場咧會更加齊全，而唐家咧主打海景房同埋深珠通道嘅規劃概念，佢嘅房價會更低，走情侶北路接駁深中通道去深圳好方便。但係相比新香洲嚟講咧，佢離關口就冇咁近。唐家係新區，佢嘅配套咧會比較少，所以唐家目前嚟講係更適合度假或者係通勤深圳嘅朋友。好啦，老規矩，最後依然係要同大家簡單咁做翻個總結。華發香山湖1號咧，佢肯定都唔會例外，佢肯定唔會係一個完美嘅樓盤，因為喺我呢個號裏邊咧，你係見唔到完美嘅樓盤。但係佢都有自己嘅優勢，佢嘅核心價值咧其實已經好清晰嘅啦，就係主城區絕版嘅珊瑚地段，珠海領先嘅第4代住宅，國企物業兜底，適合一步到位，並且長期紮根珠海嘅高預算以及養老客。但係佢2028年先至有得收樓，加埋佢嘅高總價同埋呢個學區嘅不確定性，仲有個別座數嘅臨街噪音、近殯儀館等等嘅問題，係所有嘅買家必須要提前接受嘅嘢嚟嘅。都係嗰句，買樓從來都冇十全十美嘅，最緊要嘅係睇你最睇重邊樣需求。如果你追求嘅即時入住，要穩定嘅名校學區，咁同片區二手次新盤咧可能會更加適合你。如果你睇重嘅係居住品質、長期嘅資產抗跌性，並且中意大陽台嘅空間，咁呢個盤咧亦都值得你過嚟現場慢慢咁對比。如果你係香港嘅朋友，想知道自己嘅預算適唔適合揀呢度，或者想睇其他嘅樓盤，都可以直接聯繫我，我一定可以快速而專業咁樣匹配你嘅需求。我係輝，我哋下期再見。